湾看世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甲美国的总统拜登伫当地时间初十来举行着双边会谈。这届美国甲日本宣布真侪合作的计划，台湾甲中国相关的议题嘛是因讨论的重点。两个人伫个会后的共同声明是再一次来强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Well, Fumio, welcome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Welcome back to the Oval Office. ジョーから大変心温まる歓迎の言葉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改めて米国への公式訪問にご招待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に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互相叫对方名字，展现出两个人甚至是美国甲日本紧密的互动。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受到拜登热烈的欢迎，因伫北京举行点半钟会谈，了后发表共同的声明。 And as we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aking the brave step of mending tie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 we can all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together. 力または威圧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は世界のいかなる場所であれ断じて許容できず。 联合记者会，两个人加减有讲到台湾，会后共同的声明，嘛搁再宣布对台湾基本的立场不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甲日本军事合作正做这场峰会上注重的议题。 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will create a network system of air, missile, and defense architecture. 双方签署超过70项合作协议，范围包括国防、经济甲太空的领域。第一个会方面，包括改善美国甲日本军队指挥的结构，共同开发飞弹等等的武器，以及互助日本的美军舰艇会当伫日本受理。这个动作明显拢是咧防备中国的威胁。严格拜登甲岸田嘛强调，有缘有经济共同的议题，会继续和中国对话。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